我到农田来居住已经将近30年的时间当我刚来农田的时候，就发现这边蝴蝶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我都常常差不多都会到山上去嘛尤其后面这个我教书的后面那几年几乎每一个礼拜都会上山一次了这10几年来就发现说，随着台东经济的发展开发的脚步一直往山里面走，这个环境慢慢的破坏不断的呼吁呢，希望能够把这个脚步慢下来停下来，可是呢这个效果有限所以我在差不多7、8年前我就开始在家里面就开始种植蝴蝶的食草植物大量的来种植，各种各类来种那么一直到今天差不多有50、60种的这个食草植物那么用这种方式，因为这种反向思考既然我们在野外没办法控制，那我就在我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就在自己家的庭院里面，自己来做一个蝴蝶花园来种植这些东西，来富裕这个蝴蝶。我们农田呢除了蝴蝶生态导览我们还有这个飞行伞，飞行伞配上蝴蝶那么交错飞行，非常的漂亮非常的优美除了这个以外呢，事实上我们农田呢还有很多好的东西像我们农田村的历史，还有日本移民村的历史，还有台湾的移民史，台湾人的移民史。除此以外，我们这边一个产业的一个变迁史或者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路野断层，我们这边地质的一些变化都很值得大家一起来了解。台东县鹿野乡的良田村，到日本时代换到鹿野村。民国34年，台湾光复以后，暂改为良田村。良田村这个位置呢，喺到华东纵谷嘅南端，鹿野海嘅北片，佢海拔大約係170到220公尺。規村嘅面積大約有7.4平方公里，係鹿野鄉面積1.4個村。這個範圍呢，包含良田50戶嘅福大、馬背等部落。到民國93年7月為止，歸村呢有477戶人口有1427xã，也係鹿野鄉人口密集1.9個村。村民嘅組合以客家人、老康樂人為主。人類原住民嘅部分有平埔嘅阿美族、卑南族。良田村嘅地勢一高也一平，其下層大部分係沙粒嘅，不過呢，其表面上係又鬆又皮嘅無奈。倆呢可能都係日本人選倆特別所在嚟做移民村主要嘅原因。移民村家下嘅村民大部分係都有涉國志向稱呼嘅日本新社員非常貧苦嘅天農，佢哋呢為咗嚟求生活嘅改善，想要有一地屬於佢哋自家嘅土地，就到太正4年開始，到台東志同會社嘅招募之下，新社員嘅天農就到日本漂洋過海，來到當時完全冇開發嘅鹿寮地區良田村，也特別來發展，想要來尋一隻佢哋做得安居樂業嘅所在。日本人在良田村嘅移民事業到太正8年達到最高峰。根據鹿野派出所戶口簿嘅記載，
固定用处移民有210户，人数是654xã。人类短期季节性的移民都较多了，总共有1350人xã。以后呢，因为生活环境变差咧，渐的有铁桶老风采力了，加上推动紫塘飞沙经营不善，移民渐的都搬走了。太正10年推动紫塘飞沙改组，将标准事业、移民开垦、老紫塘事业分开来，由新成立的推动开拓株式会社来继承。移民的方式呢，改用招募台湾人为主。太正11年推动开拓会社第一摆招募台湾人来移垦鹿野村，第一批招到有22户，47xã人，大部分是客家人。人类到日本人在个顺行呢，建立台湾人的移民村，很多50户的老9户的。第天呢，到日本人移民村的西片老东片xã，到西片xã的呢，很多50户的。大体呢，都是来自南部的客家人。佢哋一定成嘅計劃係超50戶嘅人家，所以很多50戶嘅。在東片嘅9戶嘅客家人有很多9間戶，呢度嘅人都係來自北部嘅客家人。以後呢，也因為生活環境又變得較唔好，風采、鐵桶漸嘅都有嘅因素。台灣人的移民事業也冇成功，到昭和4年，增存到4戶11xã人田，而呢客家人也漸的離散脫咧。所以開拓會社的移民事業不得不改為開放自由的方式，鼓勵民間來招募移民開墾良田。加台灣點樣玩到鐵桶啊，甲台風啊，今日又較悶呢奇怪呢，唔知原子彈嘅關係乜嘅，佢開下上來就黑嘛，台東幾乎帶人唔黑呢，日本時代哦，啲廿面呢哦，警察就可以打你呢，咩唔乜講，流浪漢啊。講起快頭就我哋將撞翻台南嗰度都台東嘅人啦，講起快頭攏走路嘅較濟啦，鐵頭人啊，冇去命嘅出錯嘅，啊所以客家人冇去插啊，釣唔起來啊，有啲溫潤啦，啊釣唔起又上釣絲都自己搞台南，釣台南嘅，間呢釣台南嘅。自家都丟啦，啊！你客家人都乖乖走條路，我穿成係有見嘅。我見看電視都會想到吼，係呢種出外吼，那唔會做壞事，唔會俾人警察捉人去，都挺好嘅安樣，成功都安樣上啦，都滿足安樣啦。太正2年，日本人安久上老莫吉上，佢哋搶下出350萬人元，到比南街創立了台東紫塘株式會社。3年以後，新嘅工廠完工開始運作，呢隻工廠以1日嘅壓榨量呢都有350噸，所以呢，將台東塘貴太片嘅鹽壓體全部都納入去呢隻紫塘會社嘅原料期，
当时因为人力无拉，自唐飞沙呢，从太正11年开始，开放台湾人自由搬入去开垦鹿野村，种甘蔗做田，但是呢，不准台湾人搬入去日本的移民村地带带。鹿野村原来都是茅草丛生的风土诶，自唐飞沙从美国引进大型的火来，根本都无法度产出近达到1层的茅草，开垦唔得啦。后来呢，有一个日本的打铁师傅，按到石宝上，佢研究出一种按用2条牛的将来的传统的松条来，大家呢都攞佢按到石宝式的来，将解决了这种问题，开垦呢将做得顺利。我民国10年是供的啦，民国5年，我把就给推动了。家3线都用本家，4线就4唔多事啦，身份唔过意啊。那时候佢就咪走过来东部看啦，都和日本奖励种了甘蔗，种了甘蔗的时间就不自同啊，就推动马兰。就起个自同飞沙，当时个糖冇像建工有砂糖有白糖，就做无糖，原料都抄起啦，送到日本去做砂糖、白糖、扁糖。依家日本4甲天本年啦，4甲天一天可以种1甲天嘅甘蔗，唔种1甲天甘蔗种好咧。飞沙就有钱和本意是抄回来，加款了，退款了。你甘蔗要不要种落去，站起来可以个留住啊，差不多3甲天之间的甘蔗就抄回来。就1甲天嗰种啊，本种铁头啦，买个黄头的啦、乌头的啦，种铁头啦，种保守啦，这种样讲短期作物啦。一直维持生活啦，讲起就清楚过啦。阮坐船啦，所以遐一个到花莲，我担100公斤的物件。阮老母担面皮，阮查某人都爱囡仔，还佫担物件啦。到花莲迄时，无去带你只带石头安尼苦一暗。那我种是几家地啊，2-3家地啊，安尼，人啊较有本钱的人有种几十家啊，拢大部分是插甘蔗，生活嘛是困难啦，嘛是罔多罔贵啊，较欠啊时就无收入嘛是做安尼，都忍耐加迄落啊，就食较歹就过去啦。那阮迄阵啊要过来自行过来呢。离恒春的是呐，看迄落港啊，迄落海边啊，安尼自行过来呢。行1礼拜。迄阵啊，我拄啊6岁尔。较早迄个50铺，迄个是咱人住的就对啊啦。咱人住50户里啊啦。迄9户啊是呢是有人嘛咱人住的啦，住9户啊里啊。这2抓拢总是移民村就对啊啦。较早阮过来要改一路啊来遮，迄种做囡仔时代甘蔗园拢嘛不是米路啊滴的，煞毋则较好个落叶。迄阵过来这园拢这管埔啦、埔啊，拢用迄个铁犁啊，铁犁咧犁啊，做了啦散去吼，若歹种做就甲放去，搁犁青布啊。生活有困难啊！我做囡仔，我操有只大个，人我当啊底甲袂大伊啊！真正你甲问这有啥可能无啊？事实你用人咧担呢，敢毋得铁马呢？阮老爸是在铁马二百，较早古早铁马二百啊，都毋敢我徛。
망이나. 有冇幾支啊？而家嘅 아유, 고맙다네. 아이야. 아이야. 쉬니 쉬고 또 시다느니. 맞아, 가와이 가고 싶네. 아이, 잘했대. 지금 시작한 기대로는 이틀 공고시원이 난데 또 몇달. 난너 백조그 쉽게 한다나. 伊无经过考试啦，考试制度上材料讲台湾讲好了，才有这个考试制度。まだ若いの。どうぞ。印象最深的就是迄学校头前吼，有一个圆环，圆环中有一丛树啊，迄个树啊，不知是榕树还是什么树，即马咧讲明。伊的印象敢若这个有较细间，較細間啊，這應該未變。是啦，較早。我是啊，講緊你較早看厝較大。其實較早鳥就是人大的所在，啊這邊才是辦公室。よ、かまない。その時ね、これみんな弁護士となってるの。あるいはこの川の宿舎になってるの、これ。何が？この家の中、この中宿舎。宿舎って事務所。事務所この川？そう、これ事務所だった。みんな事務所。そうです。是啊、あと講無合理。なんだろう。栄？大滝さんの。が栄が建てた。大滝さんのおばさん？おばさんじゃない。もうせや。もうせ。我家冇嚟，我家有的掛到。これ違うだろう。哎呦，啊內底哪有一缸啊，黑人人啊呢？啊，這樣用碰了。奇多，第一個是奇多。お父さんのもここに入れてもらっとったのよ。家族的下骨頭夫，也是講骨頭，安尼下嘛會使啦吼。但是迄個歐巴桑因老爸要轉的時陣，無早轉去啊，安那甲下在內底。也是啊，这嘛是啊，去看看。紙壺のね、あれは斎藤、これは池田。入ってたの間違いないよ。涼しいよもう。國人就做事業啦，吼，轉來看那人都轉來看啦，吼，係母親節、爸爸節、生日，天促過年，天促激動，東西是那是都經幾年來啦。民國34年10月，台灣光復，日本人本來呢送轉起來，留下來黨法嘅田野，新嘅移民潮再度形成，加下由彰化縣嘅竹塘、二林嘅農民，駛入嚟喇叭抾沙嘅大背後，形成嘅部落很多附帶。鹿野村也因為人口嘅增加。到民國50年4月，分到鹿野、老良田兩隻村。光復以後，初期嘅農業也係以甘蔗為主，經濟嘅利益無高。民國44年，政府因為要發展東部嘅經濟，都推動開發種黃梨、老做乾頭嘅事業，委託由台糖公司來負責，利用美國嘅年初都推動設立乾頭製造嘅工廠。民國47年配合黃梨工廠嘅開工，台糖公司都良田設立
黄梨栽培事业期，为了推动种黄梨，制作罐头外销来卖给美国。当时种黄梨的利润非常好，因此呢，吸引当多彰化、台南、云林嗰地嘅农民搬来呢度嘅发展，尤其是彰化一点多。黄梨罐头外销到民国62年达到一定高峰，后来呢，因为台湾工资引起，黄梨罐头外销市场渐渐的都被菲律宾、上亚海岸等新兴的国家抢走了。加上台湾工业化和都市化非常快速的发展，良田村的人口也到其他的农村穷样，也开始慢慢的流到工业区、到都市去了。这个往来吼，伫龙田村是民国46年就开始有咧种往来安尼。当初时是台湾糖业公司要做这个往来罐头，来龙田村这个所在呢，推广种往来。往来呢，它无需要水分的作物啦吼。当初是龙田嘛是拢种土豆、番麦，大家生活介困难。台湾糖业公司呢，就奖励龙田村的农民来种往来，大家种了呢吼，收成袂歹，又保证价钱的收降呢，大家生活拢有改善安尼。伊以前是生产是要做这个往来罐头，要外销往来罐头，所以讲迄阵品种农务校啊伊遐引进这个开源种的，甲三零下来才推广。即阵呢。大家拢种这个做青价的品种较侪，生食品种就对了。这大部分拢是由咱台湾的吼，家己研发的品种，产量高，品质佫介好，足适合这个青价呢。咱全国的往来来讲吼，咱台东的往来是占100粒往来底是占2粒往来，是敢若比率不介悬。但是这2粒往来若是用伫这个龙田村来讲吼。这个看起来就真可观的这个一种作物安尼。投入百万元那种人民的资金来，总可能啦，唔通来讲啦，那么卖债都费唔出啦。就啱就种，较落实啦，讲啦吼。你讲到不等就该较啱啦，就种落去，确实有样。台南嘛，种花、用盐丝、种地的。黄梨，所以就入去买苗的，买苗买到跳到哈倒的，哈滚的，用就放起来，但要死来健保，让伊找条死来健保，佮天跌下来个啦，唔免挨买个啦，无算到个啦，佢都我种你台南新发个的。那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长得跟他不一样的，就开始做梦了。我梦说，有一天。我能因为它赚大钱发大财，然后就从发现一棵从4棵苗开始种起，然后每2年才长一次苗，就这样种了10几年。最早就把它拿来当供果用、拜拜用的，或者是它果型很小的时候当花材用，成熟以后就变成这个颜色。那在冬天的话，还会稍微比较偏粉红色。我们是用最自然的方式，人家都是喷药让它长不高，是让它果实长大。那我们的话是用人工把它的生长点挖掉，所以这个就这样子而已。像这个样子的话，到一般大都会的话，这是一个污染嘛，这个垃圾嘛。那这样子的话，既然又保有它有凤梨的样子哈，然后它又不浪费，然后又可以把这个养分存在这个果实上面。栽培的过程，事实上化学农药跟那个化学肥料我们都用，为什么？因为它将近2年的时间才能采收，从开花我最后使用一次农药到采收4个月以上，一般的短期作业也不过一2个月哦，长一点4个月，那相当于他们全程都没有使用农药嘛。那我要求的是一个很健康的东西。
国64年，因为国内开始流行泡茶、色茶，茶米的价是引来引过，政府对良田辅托农民改种适合做生茶的强心无粮和无益，收入当好，农民的收入大量增加，良田高台和永安的茶园也勉强下，成为台东县一等大的茶园，种植的面积超过250甲。民国71年，当时的台湾省主席李登辉先生亲身来到鹿野安命，然后鹿野茶区的茶米按到福禄茶。民国72年，台湾省茶叶改良厂都良田设立台东分厂。我大姓周，我大姓武，我是讲汇率的。民国77年来到推动，79年的时候来到了分厂服务。农田村种茶，主要种的品种的强心无粮，还有金萱，还有风茶。那按照农田的茶米特色，按照晚冬茶和早春茶，便宜没研究，这个是按照农田村推动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农田村的种释迦、凤梨，还有贡酵，还有我们的这边的所谓的蝴蝶，自然一个生态的一个景观。所以，我到了创会分创会，它是走休闲观光的一个茶园，生态、生活、观光，还有茶园，还有农特产品结合起来，我们就很有特色。那我们也希望游客能够来到这边，欣赏我们的风景，欣赏我们的景观，采茶、做茶，体验一个茶乡之旅。中鹿寮那边产量不高，为什么？北风点到个就看到两片种的，算太浅，用个风散到东点的嘛，母风产量高点到两片，一下都发得贵，下都茶园的嘛，我有想办法，县政府促进到个种成金，有咩客家人。北部客家人用4年咁大擺，我講安用啦。貴下盤是10難啦，因為3-5公頃的盤一擺都分期就唔會死嘅啦。產量會增加。我講安用反映本農家一個生發和地方上有法度改善的。我做茶做20年的嘛，我要做茶年咧，我從因到佢姑苗栗嘛搬過來，苗栗有做茶嘛，佢都教我做茶。開始種嘅係是阿三木做紅茶，慢慢的茶葉改良廠過來，咱輔導溫莊烏龍、金萱，消費者較多人買烏龍茶較多，所以我烏龍我種較多。用什麼好嘅金萱我都種較少，像我攏樹5屆啦，平均差不多攏樹4屆爾嘛。我好茶銀行熟嘅茶有熟嘅銀行嘛，所以我太本攏無見好茶壞茶做嘛，攏有做啦。伊啲觀光客要過來看蝴蝶啦，嚟偏無看咧，入邊有看他係要做嚟入邊看對我哋茶農啦、農業都幾好。也就佢嘅沙草嘅機器啦，普通人哋農民沙草都用排嘛，也就機器做嚟東山嘅人啦。對我體力嚟講，價錢強重啦。一兩天賣種久嘅東西就改一對買一般用這個改成功也好，失敗也好就改成功嘅。佢下尾也有味道嘅有嘅數年味道嘅嘛伊約嘅茶噴唔到。對於茶嚟講，咩改好對唔會噴到茶，唔會損害到茶。個唔強風像颱風嚟打唔得啦，你講颱風嚟打唔得啦，唔強颱風我打較濕較燥，攏即個控制得呢。改好用啦。家講聽到既然農種無活動嘅人後生嘅啦，我先生咩
都上班啊，吼，啊都爱管理都错啦，这个管工的一样啦，系啊，辛苦是后生，唔惊忝啦，一样啦，忝是不忝哦，系啊。也80日啦，我民国13年出世的啦。我年菜就是宝山庄人啦，竹东宝山庄啊。我老妹说，讲了后山真多个荒地啦，我因为搬过了片来。个下香茅啊吼，很有人买啦，我咧种香茅啊多啦。种香茅种个无人爱起来吼，像种茶啦。种茶种了了，几年过后，他生意没办法爱做啥，变给房太了。我们目前在经营这块地哈，是我父亲他在12岁的时候哈，迁居到龙田的马背，这个地方都是日本人战败之后荒废的一个地方，都没有人开垦。然后我父亲属于后段的移民了，在那个年代呢。有多少人力呢？你能垦多少就多少，就属于都是你的。当初我父亲他们开发完这一块地哈，他们最早的时候也种一些旱稻。当然就我们小时候有看到的哈，像有种过凤梨啊，有种过木薯啊，有种过地瓜。地瓜是专门用来养猪的，因为那时候农村都有养猪做副业哦。然后也种甘蔗，哦，也种红茶。我们在开发这一块地来做休闲农庄之前，它是种茶叶。我们种了有差不多10年的茶叶。我们经营这个农庄的目标就是当然就是乡下工作机会少嘛，哦，然后我们给我们自己也算是说创造一个职业，因为我们本身都是制茶，所以说我们也做一个转型。因为葫芦茶目前在我们台湾也算是小有名气。改种茶米成功以后，龙田村人口外流的压力都变较强烈。到了民国80年代，茶米的产量都下降了，造成枇杷老改良的黄梨又变成龙田新型的农作物。省土台九线都视为了产的，太鲁顺2片都看得到。农民此产此收的枇杷、黄梨、福果，俩条水果担的万奈黑，形成了非常特殊交易的景观。这地是阔，但是较困苦经营尔，石头真多，真歹耕作，所以惊到佫倒转去彰化县。直到差不多25、26岁后啊。因为迄阵咱全省啊，渐渐在发展农业啊，发展地价非常惊人哦，伫咧浮动啊。就是伫迄个时间啊，看才就将西部的土地吼财产卖掉，所以来东部遮发展。伊卖伫咱龙田吼，民国70统年遐吼，唯一全省的这个鱼卖专业区啊，因为听到这个有较特殊的高经济果子吼。个风味个全省独一无二的啊，所以才会特别来选择讲，甲种鱼白试看觅啦。因为这个物件，种这鱼白较高工，农作物啦，就是高工才有钱通赚啊。伊个工虽然济，但是辛苦工课啦，毋是真粗重，无艰苦啦。咱龙田的鱼白吼，几乎毋免外销呢，几乎拢毋免出去呢。干那伫咱在地吼，省公路旁边的2道甲摆咧吼，都销无够啊。看赢外人啊！无你我叔叔伫遮卖，看赢外人，外人嘛无安尼计销啊。外人介俗啊！我著分大细粒啊，你看著7粒100，这著2粒啊，这著甲卖4粒啊。
啊，家己的就安尼画就较赢咧挂人。啊，这往来佫食了佫好啊，有迄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E 啦，佮有啊。所以往来比什么水果啊佫较有人买就对了。阮遮的鱼皮吼足出名的哦，啊足好食，啊毋过爱较慢才有，即马还无着时阵，吼，哎呀，啊人客介侪咧问我，拢甲讲较慢才有安尼，差不多咱的农历吼，2月迄阵上大出啦。我们这个水果都是自产自销的，自己种的。那我们这些水果有很多种，有改良的，还有传统的。这是凤梨世家。那我们卖给客户呢，都是以最低价，因为我也不用寄航口，等于说寄航口的价格卖给客户，所以客户都可以以最低价，也最好的品质，都在我阿娟世家这里都可以买得到。看到也王里一讲一点一下，头摆是听阿朋友讲过了，讲也迄物个王里各有两种样的，酸度差不多1cc的，但是甜较甜。那咱的5、6月的站吼，往来上好食，更装拢装介济啦。啊，但是这站往来吼，较有往来味，啊嘛有甜嘛有酸啦。过年时上热闹，佫上侪人。囡仔，咱的学生啊，若放假迄站上侪人啦。这往来罐啊，嘿嘿，这家做的。这款咧卖人咧煮的啦，煮鸡啊，煮鱼啊，往来烤鸡鸡啦，啊嘛会当卤猪吧，较芳啊。大部分拢专咧菜佚佗，想煞买啦。啊，若专工来是甲我挂去卖啦。啊，我即马数量无遐济，我就较无法度通挂人。因为今年介绍往来袂歹，较无通生。这是往来种了了后呢，甲建造这个鱼皮。咱这往来爱差不多18个月到22个月才会当收成啊吼。啊，利用迄个时间呢吼，咱这往来收了的时阵，鱼皮长就大长啊，啊，咱就会当节省迄个迄个小猪吼的成长时间啊。鱼皮2年了后就会当收成啦。刚开始细长吼，收量较少，两田嘛是足侪种鱼皮，两田的鱼皮伫全省的品质算介好的。民国90年，台东的观光事业开始太发展了。良田的田野风光非常的强，尤其迄个搭尾太鲁顺良田有高有强的细叶的橄榄树，看起来都像长长的绿色棒孔样的。日本时代移民村历史的分类老足迹，也是观光客重要兴趣的一部分。休闲饭店、民宿渐渐的都状况出现了。起脚合菜，欣赏田野的景色，也变到新型旅游的发通。退休的先生，采植教师，老当地淳朴农民结合的野的生态保育协会，透过社区总体营造的方式，打造成野的花园，引来引出名来。采访野个嘅银行老媒体当日都有，用野个来做主题，将日本时代鹿野村托儿所改成嘅地方文物馆，马上要开工咧。文化嘅产业都良田已经看得到初步嘅成果咧。我感觉文化是咱的灵魂，所以乡土文化的传承啊是非常的重要。啊，咱非常感动，这个时代会当把这个客家文化传承下来。咱看到这原住民伊所表演的，有带着细汉的囡仔，细汉囡仔嘛起来表演。啊，我感觉讲这真好，把这个文化拢当传落来安尼。咱的蝴蝶工作坊。啊，这几年来非常的认真，做了真侪工课安尼。
我希望咱继续搁来支持，互咱龙田社区伫全省当扬名全省。见他来讲，唔做嘛该，唔种菜嘛该东西，个二世嘛人讲，见种要见古啊！哎，你唔得壮观啊嘛该，如果用菜好看，做身体吼，来行行啊，看看啊，沙啲水落去吼，加清好样诶样。自己本身又开始规划盖房子，所以就顺便把要做民宿的这个部分纳入。那当然，我比较希望是不像一般的旅馆一样，来住了就走。我希望能够以我喜欢的这个蝴蝶带给来的人对蝴蝶生态的一个了解，做一个比较有主题式的民宿。我现在目前的安排是说，晚上的时间先让他们看一些蝴蝶的影片。做一些那个多媒体的介绍。那到早上的话，一大早请他们都不要盥洗，直接到外面看蝴蝶的羽化，从蛹里面出来的那个羽化过程，然后就在家的门口这边边吃早餐边看蝴蝶，跟蝴蝶一起共进早餐。我的正业是从事农业的生产，主要是凤梨跟释迦嘛，那还是我主要收入。那这个地方是我的住家。那我认为民宿的话，只要次数不是超过多，不影响我原来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品质会比较好。然后我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整理的时间，来的人会觉得更棒。希望吸引很多很喜欢蝴蝶的人，这样子的话可以做技术上的互相交流。那当然，这是我一个家庭，是我们是一起住在一起的。那我希望它有一个家的感觉。我要的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脚踏车它本身没有生命。这个行程它要有生命，那就是人去赋予它的。我常在说，其实台东的旅游也是一样啊。台东有很多的好山好水，但是它不会对你说话，它不会跟你 say hello， 所以要你去挖掘它。今天来龙田，如果我让你骑脚踏车，你到底知道它真正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我能够把龙田的自行车塑造成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让它有欢笑、有感动、有体验。我做这个所谓自行车，我很希望能够达到一个目标。从原住民游港到打猎的场所，经过日治时代日本到台湾农民3万大兵的开垦，到光复后西部农民搬入来猎地的发展，龙田部落的形成到变迁有80年的历史。龙田特有的移民村历史文化，老特殊的地形风景。加上当好的地理条件，特别有枫叶稳产，布农部落被偏喺高台观光产业，龙田都入到东岸，所以来发展观光，老休闲农业，应当有当好的眼睛政策，前途一定非常光明。那么龙田呢，在营造蝴蝶这一方面呢，我想大概在初期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上大概都完成了。社区理事会呢，它的专长是营造社区嘛那蝴蝶复育保育协会呢，它的专长就是蝴蝶这一方面嘛。如果说能够两者来结合它我想这个社区会更漂亮，人员的动员组织会更美好了。这是目前应该朝向这个阶段来走。目前的这一个努力呢，事实上还不够，我们还够不上一个蝴蝶村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我们的蝴蝶花园还不够多。
我们种的蜜源植物啊、食草植物还是不够多。我希望在将来的1-2年之内，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更多的人来共同来努力，我们就会达到这个蝴蝶村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个生态富裕更是符合现代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哈。除了这个以外哈，每天看到这么优美的东西，那我们的心灵慢慢也会受到熏陶啊，会慢慢会受到这个感动。那我相信我们的心灵也会渐渐的变得非常的优美。好，我们觉得我们台湾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的心灵。那么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啊，也像我们的花园那么漂亮啊，那你看。那不是人间仙境吗？